回来了。三公主是担心韩某与玄虎勾结，互通信件。我说是竹筒先动的手，你能信吗？三公主说笑了。不跟你玩，我今天是来办正事儿，你把眼睛闭上。韩某最近是做了什么事，惹三公主不悦，想要除之而后快？不是，这不是你想那样。我倒是希望你是来杀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无心与你玩闹。不是，我觉得你这2天心情不太好，不会是因为我吧？不是。这胸围跟腰围怎么量啊？我想着要杀他，他就天真无邪，对我投怀送抱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忙吧。我们家三公主啊，看过你们家送过来的布料，特别喜欢，下次还用你们家的啊。小的这次前来还带了一些别的东西。前几日您在我们铺子上定制了一枚火驱竹筒，我们掌柜的说了，三公主哪做过这么小的生意啊，所以就做了500个。这余下的499枚竹筒呢，都是我们东家的一点心意，还请三公主笑纳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就替我们三公主收下了啊。好，来，你们几个搬到后院厨房去。告辞了。好，哎，轻点去。杀了三公主，城主必定拿出龙骨相救。